由王家衛執導以詠春為題材嘅電影，據報道早計劃喺嚟緊8月就會開拍。喺片中飾演一代高手葉問嘅男主角梁朝偉，喺去年開始已經投入連串訓練，而近日由於電影開拍在即，積極練習嘅偉仔喺同師傅對焦嘅時候，不慎被踢中左手手臂，導致手臂骨折斷。參與傳統武術訓練以及教授接近30年嘅李恒昌師傅就表示，其實只要練習時小心，受傷嘅情況並唔常見。一般嚟講啦，如果習武時候受傷，係咪都真係要完全放低，暫時唔好練習，定還是可以喺練習嘅其他部分咁樣咧？嗱，首先睇下傷邊度啦，譬如係主幹受損，或者脊骨脊椎、腰椎呢啲就真係受損，就真係要唞唞。但係如果我一隻手受咗一啲傷，咁另外一隻手冇乜事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喺第二隻手度練嘅。因為譬如係嗰個佢密集式訓練啊嘛，要短期就能夠有啲效果，最好就唔好放棄啦。其實好多時咧，藝人拍戲又好，做 show 又好，登台或者係運動都好啦，都有咧唔小心而整親嘅例子嘅情況，可大可小㗎。甄子丹早前喺同范少皇拍攝一場打鬥戲時，范少皇亦一時唔小心以道具刀整傷子丹嘅左眼，令子丹當場流血不止。經醫生檢查後，發現爭少少就會打爆眼球，有失明嘅危險，好彩最終冇事。而經常喺舞台上大跳勁舞嘅 Joey 容祖兒，先後扭傷腳踭多次，近日就表示因為之前冇好好處理受傷嘅位置，所以導致較位鬆，容易再扭傷，而家正接受物理治療，要錫身暫時唔可以再歌再舞啦。早前校長譚詠麟就因為踢波左腳受傷斷韌帶，醫生都向佢表示情況有啲嚴重，甚至有掛靴危機，唔可以再踢波，所以近日見佢出席活動時都要行動小心。對於藝人嚟講，肢體語言可以話係工作上咧非常重要嘅一環嚟㗎，所以好好保護自己可以話係工作嘅一部分。咁大家又有咩好方法去保護自己呢？自己個人覺得係會得受傷最緊要，尤其係拍戲會受傷最緊要就係你思想唔夠集中。即係如果你思想即係兩方面，唔係單單偉仔，對方都係。如果兩個人思想唔能夠穩行嘅時候，就會得受傷。如果兩個人嘅思想都好集中嘅話，佢受傷率就會得減輕好多。我試過暈倒，即係冚親個頭。暈倒，對對，因為你練功時候有時體力不透支太多了，或者是用的力度過猛了，因為年輕嘛，對對對，就會發生意外了。這個好像我跟很多人說。一個騎馬騎師，他肯定會摔過嘛。一個開跑車的也會一定有，這個是經驗的。希望這個經驗帶給你成功。沒有經驗，你沒有成長。